其實我覺得無論咩年代都好啦，咩世界入邊都總有人係唔守道義，喺我看來都頗多添。咁但係我仍然相信係有一班忠心堅守自己信念嘅人咯。阮若蘭就係一個咁樣嘅人，敵不動我不動咧。我覺得呢啲嘢就係呢一套戲入邊最有趣嘅地方。因為其實阮若蘭呢個角色，我自己嘅人物小傳係佢自己，其實由細到大都係呢個龍蛇混雜嘅地方嗰度成長啦。亦都睇住可能爸爸點樣處理好多嘢啦，或者喺你嘅觀察入邊，其實都知道佢哋無論係台面台底嘅嘢，你可能都會略略知道。咁而阮若蘭，我覺得佢係好 ready 噶啦，喺呢一刻好多嘢都已經係可以收得好沉穩咁樣去演，而反而你越沉穩，你越知道你喺度做緊啲咩咧。其實所有嘢你嗰個霸氣係好自然地滲出嚟。我覺得演員五感好緊要，但係我開始嘅時候，因為第一部作品令到大家認識咗我，咁大家嗰個 expectation 非常高嘅時候，無形中我自己俾自己嘅壓力好大嘅，俾太多壓力籠罩，令我五感減弱。而4年半過後嘅我，我覺得而家就係一個舒服啲嘅，好即係舒服好多嘅狀態。佢雖然對於一啲叛徒啦，或者對於佢哋黑道嘅敵人啦，可以好心狠手辣，但係其實佢係好堅持一個原則，即使我係一個黑幫嘅人，但係我哋某程度上係同一樣嘅信念嚟，我都係堅守道義嘅人，所以我應承咗你嘅嘢我就會做。咁其實寒戰1994成個寒戰嘅系列都好啦，你就係會好見到唔同嘅角色佢所做嘅選擇，其實係會可以引申一個好唔同嘅結果。而呢個就係有趣嘅地方，因為每一個人喺無論生活啊，佢唔同嘅年齡階段啊，佢總會遇到好多人生嘅分岔路。若蘭嘅選擇係我自己，如果王丹妮，我都會係好似佢咁樣嘅選擇咯。係啊，即使無論將來個結果會係點啦，後面嘅結果會係點都好啦，佢起碼對得住自己嘅良心。呢樣嘢係我好欣賞阮先生嘅地方。